角逐啊！起步啦，咁啊中檔稍慢咧就雕塑巨象啊！咁睇翻前邊啦，咁啊採取主動啊近內檔嗰堆啦，毅力花啦，中間仲有我到位啦，分高艦長啊出緊嚟，仲有暗自笑，最出咧淺藍衫嘅財寶迷城。咁啊中檔位置捉到搶晒口喎，陳曲濫調啦，貼欄位置啦，大概係第6位就一面倒嘅熱門嘅第3代啦。咁啊跟住喺佢後邊咧守住個2碟咧就嘉年華會，出邊留翻住啦。今次咧就見到呢一匹咧就金世紀啊攝咗埋嚟嘅。咁啊後邊嗰5匹馬啦，咁啊分別就係見到啊出閘就稍為慢啲嘅雕塑巨象就跟翻住個大隊啦，咁啊跟住後邊見到咧就係唔放喎，名氣圈依家係尾3喎，尾二位置就愛騰風啊，咁啊暫時殿後咧就係暴天者同埋時空奇談都留咗喺後邊噶啦。咪睇翻前邊先啦，話喺布文肯放頭喎，大圖喺前邊，咁啊分高艦長啊依家捉翻住啦，咁啊以1個馬位之先領先啦，咁啊走翻上嚟第2位嘅位置咧就係見到出邊嘅暗自笑啊！咁啊內欄位置第3位就毅力花啦，咁啊守住個第4啦，就係我到位啦，到咗一個第4位先。咁啊跟住後邊嗰隊啦，咁啊貼欄位置就係大熱門嘅第3代啦，喺佢出邊呢，仲係嗰隻陳曲濫調啊岳高個頭跑嘅。咁啊中檔位置淺藍衫嘅財寶迷城啦，喺馬群嘅中列嘅位置啦。咁啊喺佢嘅內側就係仙樂連連就63嘅。咁啊出邊嘅嘉年華會紅帽咧早咯開始報號榮，咁啊金世紀啊貝湯尾啊白帽咧就開始跟翻上少少啦，依家貼欄位置尾5嘅，咁啊就係雕塑巨象，咁啊出邊就名氣圈啦，中間尾3變咗時空奇談，暫時殿後咧就係愛騰風啦，同埋嗰隻暴天者嚟嘅，咁啊差唔多要轉彎啦，大概咧仲有800米左右啦，個馬群咧就縮短翻啲啊，前邊咧分高艦長仲係以一個馬位之先呢，就係帶住個馬群準備入直路噶啦，出邊急不及待咧就開始比上嚟係陳曲濫調啦，財寶迷城亦都加速嘅，咁啊反而內檔嗰啲咧就有啲逼劫啦，褪咗落去啊！我到位喎，咁啊仲有隻咧就係大熱門咧就走咗出去咧就第3代啦，咁啊轉正入直路，咁啊率先發力咧就話係呢隻金世嘅，但係有啲內閃啊壓一壓㗎，咁但係出邊跟住條路上咧就係隻第3代啊，捐翻入邊就我到位，咁啊中間仲有嘉年華會，最後150米嘅時候中檔位置咧出咗嚟先係第3代，但係嘉年華會騎落去仲有中間仲有金世紀，最後50啦，咁啊嘉年華會就到呢隻咧就第3代，嘉年華會就贏出呢場賽事，第3代第2。咁啊，一度出咗線離先，但係末段有啲咁多內閃咧，就金世紀就第3。即係金世紀有啲受阻啊，去到唔知係咪三文治嚟嗰度，要抽嘅直情。咁但係就冇問題啦，過嚟悉尼冇問題。嗱，如果一睇咧就6就似乎上風啲嘅，應該係嚇6-3-4嘅。金世紀轉翻跑法喎。係啦，轉翻啱，轉翻啱就好。即係如果喺悉尼有賽後，你點睇呢啲放大做啦？真係好離譜下㗎嗰場馬嘅。今日唔關佢事，今日騎到佢，但係佢受咗㗎啦呢度，唔知係咪有即係一吹一入啊？不過都輸比較遠啲，咁啊頭2名都掟得咗。但係佢嘅輸得遠因為抽佢夾啊，因為6-3-4-13啊，睇嚟。仙樂連連就跑過第4啊！因為轉翻嗰段咧，我到位就即係塞咗啲位啊！大家出邊踩油，嘉年華會就贏㗎啦。第2就第3代，第3咧就係貝湯美啦，金世紀。賽集隨時起步準備。一起步嘅時候咧，應聲彈出就創奇功啊！但係隻潑天起步都相當快啊！仲有隻快過佢喎，隻黑衫啊邊走邊畫啊，都喺前邊啊！大外檔埋緊嚟就大師境界，中間仲有超超天宇嘅，跟住個馬重力啦，咁啊創奇功出閘快啫，呢個時候咧就守翻第6位就夠啦。外檔冚上去無煙生火啊！再後少少嘅馬先見到咧就狂泰啦，拍住佢咧，仲有咧就啲日不落城噃。再後啲嘅馬先見到就路軌小車就尾3尾2啊，滄海稱霸嘅，暫時包緊尾就探奇心啊！跑咗500米到啦，咁前面咧潑天咧都係速度快啲，暫時帶住1個馬位先，守喺第2位邊走邊畫啊！外檔上到嚟第3就無煙生火，個零馬位之後單丁守喺第4大師境界啊！再個零馬位之後就超超天宇嘅，跟住個馬啦重力就喺第6位啦，喺內檔嘅創奇功啦，拍住佢咧外檔有狂泰走3碟啊，夾住中間紅袖嗰匹日不落城嚟嘅，喺尾嗰3隻啦，滄海稱霸啦，同埋一對同彩衣嘅馬路軌小車同埋探奇心，頭尾馬距離大約都有7個馬位到嘅，走過600米處嘅時候啦，咁前邊咧仲係潑天帶頭
頭，今次冇帶得咁遠啦，一路俾隻無煙生火逼住佢啊！守喺第3位就邊走邊畫嘅，咁啊後邊超超天雨內檔慢慢都走上嚟啦，掟出外檔咧狂泰啦，咁啊夾住中間嘅大師境界喺內檔搏位咧，仲有創奇功嘅，嚟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啦，咁前面潑天呢個勢都幾好啊，暫時帶住個幾馬位，一路逼住佢就無煙生火嘅，中間上緊嚟嘅馬咧就邊走邊畫啦，內檔創奇功啦，外檔冚上嚟啦，滄海稱霸，仲有百零米嘅時候咁前邊咧潑天嚟到呢度咧，仲有少少優勢嘅，滄海稱霸雖然啊攬下啫，但係越攬越大步啊，睇個勢贏得咯，第1名滄海稱霸，第2名仲係潑天，第3名無煙生火，第4名追到上嚟咧探奇心啊！咁啊，雖然都唔使即係唔係好十足狀態話，但係都好似都超幾多啊！滄海稱霸外檔一衝就過晒嘅，潑天都算好嘢啦，捱到個第2翻嚟。咁啊，第3名無煙生火咧，咁啊第4名咧應該就出邊啦，探奇心啊！好啦，咁啊順序就一就贏嘅，9第2，16第3，咁啊第4應該就6嚟嘅。咁啊又係頭先嗰條跑線喎，麥道朗掟出去不過前踩油，邊應該夠速度啦，呢場馬佢可以咁輕鬆衝上嚟咋。馬漢雅就話喺我哋轉播賽船即起碼。整個孖寶先。不過反而就創奇功嘅失望啲，個跟個位冇乜錯。係啦，跟喺嗰度都但啱晒。居然入到去係唔衝嘅喎。好啦，冇錯啦，順序1號、9號、16號、6號啊，1號、9號、16號、6號。咁其實潑天，我覺得都算係咁啦，咁多馬逼佢喺前邊。啱啱第19、16、6啦。出閘嘅時候啦，咁啊意力滴滴一檔出閘順嘅，咁但係中間咧採取主動咧就見到嗰隻就大熱門啦，拼力飛身啦，同埋佢內側嘅63非你莫屬一對就快啲嘅，意力滴滴留翻住喺第3先，進佔外側喺佢第4位就小泳莊啊白衫啦，換光儀式隨眼罩唔放喎，試下追下馬喎，依家係尾4嘅位置啊，咁啊內欄黃衫尾3嘅位置係太空實驗啦，咁啊暫時留前鬥後啦，就名校男生同埋位居馬群最後嘅位置係長壽命啦，咁啊距離放頭嘅非你莫屬咧，就大概係7個馬位左右啦。咁啊過咗呢個14米段柱啦，咁啊前邊依家係可以好鬆容喎，單騎走咧就非你莫屬嘅。咁啊守住喺2疊2位就拼力飛身啦，分列3、4位嘅位置仍然係意力滴滴內欄啦，出邊白衫啊小泳莊，咁啊後邊嗰對馬啦，黃衫貼欄啊太空實驗啦，出邊就換光儀式，咁啊尾二位置仍然係呢匹名校男生包尾都好定啊，就長壽命嚟嘅。走位名次就冇一點變過嘅，咁啊仲有1000米左右就到終點啦。咁啊前邊呢就且放且留啦，就非你莫屬啦。然而一個馬位之先就灑開大步咧，前面就掌控住個步速噶啦。咁啊一路守住第2位啦，就拼力飛身啦。喺佢後邊小泳莊咧就跟住佢嘅貼欄位置就意力滴滴換光儀式就依家尾4嘅位置，尾3太空實驗，尾2仍然係名校男生包尾。咁啊睇你走出走入啦，就係嗰匹咧就長壽命啦。咁啊開始轉彎啦，最後500米左右到終點啦，咁啊見到咧就呢隻非你莫屬咧就開始挨出嚟跑道嘅中央，咁啊今次揀出邊啊都一定望空噶啦，拼力飛身啊，小泳莊喺佢後邊，內欄位置反而要等後位就意力滴滴，長壽命亦都係跑道中間追緊嘅，咁啊最後300米嘅時候，前邊真係一逼落去咧，呢一隻嘅拼力飛身咧都唔使點耗力就已經過咗呢隻咧就非你莫屬嘅，中檔上嚟見到小泳莊意力滴滴一路俾佢壓住，出邊仲有長壽命，最後50米，咁啊今次咧就冇受阻之下就輕鬆贏馬啦，就拼力飛身，第2好近喎，入邊仲係非你莫屬，出邊長壽命咧有啲姍姍來遲嘅感覺，咁啊第4位咧就應該係嗰匹小泳莊。好啦，唔阻咧就反先翻隻長壽命啊！不過起步之後我有啲後悔啦，見到金美琪喺前邊慘，走得咁順啊！你俾佢走順啊！慘！呢招係金美琪嘅絕招。不過要影嘅，第2名要影嘅，咁啊睇下5就贏噶啦，7定9攞第2啦。反而小泳莊啊啱晒㗎啦，跟嗰啲位啊。咁佢都唔係呢啲路係佢要再長啲，要長啲嘅。咁啊第2會唔會真係9捱到啦？有啲機會喎。壓翻落去好似追唔嘅到啊，好似追唔到。好嘅第2。7就蝕啦，因為慢步速你喺尾啊嘛，追得勁都冇。
好，一起步嘅時候咧慢咗啲啊，創新冇衣嘅，出得快啲白衫星途坦蕩啦，但係內檔嗰隻都快啊，格域直飛啊，喳喳聲走上嚟喎，跟住出嚟美絕色啦，首位第4位叻海麗啦，跟住咧就美如迎新就喺外檔都埋緊嚟嘅，大啟示就預咗後啲噶啦，尾二位置啊包緊尾就創新冇衣嘅，好啦，走過800米牌嘅時候啦，咁前面領先咧格域直飛暫時領先半個馬位，美絕色啊拍住佢啊，首位第3位星途坦蕩啦，叻海麗就守第4嘅，個零馬位之後咧跟住佢係創新冇衣啦，再跟住係創新呢個美如迎新啦，尾二啊大啟示開始走出去啊，創新冇衣暫時就殿後嘅走內檔喎，嚟到直路嘅時候啦，前面咧格域直飛仲係領先少少，咁啊啲美絕色咧上嚟都準備過佢噶啦，走內檔上係叻海麗啦，咁啊中間打緊白衫啊星途坦蕩嘅，出邊衝上嚟啊大啟示啦喎，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咁前邊咧星途坦蕩啊領先少少啊，跟住上嚟美絕色咧一路都唔放過佢，後邊上緊嚟就大啟示嘅，星途坦蕩啊鬥美絕色，咁啊似乎隻美絕色咧又想打翻上嚟喎，兩分馬1、2名好近嘅。美絕色睇嚟到先啦，星途坦蕩第2、第3名就大啟示，第4名咧結果咧就美如迎新喎。咁啊，似乎係嗰隻美絕色啊埋門咧，避過咗，但係係啦打翻上嚟。哇！隻叻海麗都非常失望喎，走嗰啲位。大啟示就預期衝翻一段啦，但係可能都係即係季初階段啦。又真係有短啲係啊，啊，又短少少啦，千一就呢啲熱下身就冇壞嘅。咁啊，似乎美絕色咧就可以喺度啊3連捷成功啦。 6、8、2、5，5第4啊！哇，係係啦，冇錯啦，順序6、8、2、5啊，美絕色咁啊 fit 啦呢啲馬。9就都 fit，但係能力唔夠啦，睇嚟經過今場睇就能力不足啊。準備角逐。開閘啦，咁啊中外檔嗰啲快啲喎，咁啊見到熒幕名花快啦，咁啊中檔位置咧就騎住走緊上嚟咧，又出邊南威之甲都採取主動啊，咁啊中間進佔第3就農家女啦，喺佢嘅內側位置，咁啊見到外出走嘅貼欄呢，就係櫻桃爆發啦，咁喺尾5、6嘅位置走住個3碟啦，嗰隻細細挑選啦，後邊6、3咧就可韻事啦，喺佢內側紅衫啊蘇聯影後，咁啊走咗個外碟喎，咁啊見到咧嗰隻咧縮咗落。包咗落尾咧就普世目標啊，萬谷熱咧就喺出邊嘅位置嘅，咁啊開始轉彎嘅時候啦，咁大概仲有500米都到終點啦，咁啊依家順走咧帶住入嚟先呢，係呢匹南威之甲啊，喺佢外側上嚟挑戰就熒幕名花啦，咁啊沿住個內檔推進就中途爆發啦，跑到中央揾緊位就農家女啦，後邊可韻事啦，揈到最出咧就萬谷熱嘅，最後250啦，哇好輕鬆啫喎，前邊南威之甲喺度搖下搖下已經拋開咗後邊個馬群呢2、3個馬位噶啦，進佔上嚟就萬谷熱沿欄推進，亦都有普世目標嘅，接近終點輕輕鬆鬆贏馬而回呢就南威之甲，第2就萬谷熱，第3呢就係呢一匹嘅普世目標，第4呢係可韻事啊。好啦，咁啊2、5、7啊，隻7真係跑得唔錯啊，2、5、7順序。咁啊係第4係咪隻10咧嚇？係啊，好似順序2、5、7、可韻事10啊，南威之甲咁哇都完全都好輕鬆嘅喎，自己放走住個終碟，但係又係喎，櫻桃爆發熱門走內碟又係唔得嘅喎。好似個內碟即係又差啲啊！誒有騎師起碼啦，麥道朗贏到望熒幕啊！一對都喺外檔冚上嚟嘅，2、5都係。咁內檔追得好啲，真係普世目標啊！佢同埋。好咁一起步嘅時候咧，炮製少呢個外檔就快少少嘅，夜半東京都快，中間有提神金尾啦，搶喺前邊啦，跟住出嚟就添異彩嘅女機師啊，後啲位置啦，咁啊內欄嗰邊呢，就啲真言預示呢，就第5位到啦，跟住佢呢，仲有萌芽期嘅，再跟住個馬爾飛地啊，果然就前速慢啲啦，暫時就尾2啊，起步最快嘅炮製笑料呢，迅即就拖翻去後邊啊，暫時就殿後嘅，好啦，開始呢，去到個700米處嘅時候啦，前邊呢，夜半東京暫時就領先嘅，提神金尾啊守喺
第二位，哇！內檔已經湧到上嚟第三，真言預示啊！跟住佢嘅馬女基斯喺3碟咧，夾住中間咧添二彩黃袖嗰批係第5嘅，意菲地上翻啲喺第6位，尾二就萌芽期啊，掟出外檔咧炮製笑料啊，準備喺外檔衝刺嘅。嚟到直路嘅時候，咁夜半東京啊暫時領先緊啦，一路黐住佢咧就提神金味啊，走內檔上呢個真言預示咧越逼越近咯。跟住上緊嚟嘅馬咧就添二彩啦，出咗外檔咧就意菲地暫時都未撻着嘅，跟住上緊嚟就萌芽期嘅，最後200位嘅時候啦，咁前面隻夜半東京咧仲領先緊啊，一路逼住佢提神金味啦，呢個真言預示期內都唔多，但係都會打翻上少少嘅，但係前面夜半東京睇嚟都到啦，真言預示第2，第3名提神金味，第4名就萌芽期嘅，哇！意菲地影都冇喎，真係。係咯，又係唔係好追喎？呢一場係擺前嗰啲翻晒嚟喎。好啦，咁啊夜半東京啊揀啱嗰場次喎，係啊，就冇跑1000-1米嗰場係贏呢場嘅。湯普森即萌芽期啊，姍姍來遲啊！佢就要轉線啊，喺個內檔度要轉位出去。真言預示啊，今尾其實再一次應該入 Q 啊，跑第2啊。佢真係靠個 fit 嘅馬，可能係咁上下都，俾人過咗又打翻上嚟咁樣嘅。嗱，咁依家睇就似乎1975啊，應該係順序1975，連埋第5都係單數啊。到啦。出閘應聲彈出，搶啊！喺前邊咧就見到出邊嘅力先生啊，咁啊中間都唔慢喺第2咧，白衫都採取主動嘅子夜炸藥啦。秋輝咬咗一個第3位先，喺佢內側嘅位置就係佢扣女星彩女兒。咁啊數後一層嘅馬啦，咁啊63黃帽咧就係呢匹嘅紅裝力正啦，就一路跟住秋輝嘅。咁啊跟住喺佢嘅外側嘅位置咧就見到呢匹飛定神閒啊。咁喺後邊大概係尾5、6嘅位置啦，咁啊見到呢一隻咧就無私銀行啦，喺佢後邊就紅威霸主啦，尾3咧就留翻住嚟跑啦，見到綠化空間啦，尾二狂迷女孩包咗落尾嗰匹咧係陽光小姐嚟嘅。咁啊睇翻前邊啦，走順咗之後咧，子夜炸藥咧就帶住個馬群先啦，拉散咗噶啦，進入咗最後500米嘅範圍。咁啊落後佢2個馬位度咧，見到係力先生啊，貼欄位置係星彩女兒俾緊噶咯，秋輝咧就麥道朗啊跑定中間嘅跑線噶啦，紅裝力正就跟住佢，出邊咧就無私銀行大外檔紅威霸主啊，跑到中間咧就見到呢一匹咧就係綠化空間啦。咁啊最後大概係200米到啦，秋輝一逼落去咧，就以一個好鬆容嘅姿態壓過咗呢隻子夜炸藥嘅紅裝力正就追上嚟攞個第2，出邊上嚟攞第3咧就見到無私銀行，咁啊接近終點輕鬆贏啊秋輝，紅裝力正第2，咁啊第3咧就係呢匹嘅無私銀行啊，第4係星彩女兒嚟㗎。好啦，咁啊，真係一跑翻1里以下無敵手啦。係啦，紅裝力正就跟得辛苦啲咯，我覺得會。都全程係，但係佢亦都唔想俾啊秋輝走啦，所以起步咧冇耐見到羅倫都騎幾步嘅，都 mark 住佢㗎啦。咁但係睇嚟紅裝力正 carry 到喎，呢啲個位 OK 喎，第一次喎都叫星彩女兒啊準3344。咁呢條就我哋叫世界連贏位嚟㗎，應該都係，即係啲級數係高啲嘅84。收輝係啦，咁無私銀行嘅第3都好合理，呢啲馬攞第3。無私銀行星彩女兒第4，第5攞落間一啲都唔失禮嘅，呢場馬真係短啲咋，真係。紅威。好嗱，一起步咧，內檔嗰隻飛過流行就慢咗啲啦，出得快啲咧，我當橙衫啊，冇虎生威啦，咁啊大外檔嗰隻阿拉巴馬都快嘅，跟住出嚟都係外檔馬喎，緬恩豪啦，咁啊中間63啊地下金礦啊，跟住出嚟嘅馬啦，咁仲有咧先見到喺內檔嗰邊咧就呢隻咧就喺內檔嘅以斯千言啦，囂將星就喺佢隔離嘅，咁就再跟住咧喺出邊紫衫嗰匹就離場金啊，後啲位置啦，咁阿拉巴馬起步快啫，拖翻去後邊喎，追翻上啲啦，飛過流
痕啦。再跟住白衫點心站已經尾4，喺尾嗰3隻啦，就安麗、赤梅啦、龍之光啦，包尾就布文嘅霸道夫。轉緊彎嘅時候啦，冇虎生威暫時領先1個馬位到，首位第2位就緬恩豪嘅，咁啊3碟咧上咗嚟嘅哥倫比男啦，哇4碟啊，仲有隻阿拉巴馬啊，咁啊走內檔上咧，見到麥杜朗攝啊，囂張式啊攝咗入去嘅，喺佢內側嘅布文都上嚟咯，霸道夫啊，最後300米嘅時候啦，咁啊前邊咧暫時咧就緬恩豪咧就鬥緊呢隻以斯千言嘅，咁啊中間上緊嚟嘅馬咧就地下金礦有啲走勢嘅，最後100米嘅時候啦，以斯千言領先少少，咁啊地下金礦一路逼住佢喎，喺呢兩隻鬥啦，咁啊地下金礦個勢睇嚟好啲添啊，地下金礦贏以斯千言第2、第3名緬恩豪，第4名咧似乎就阿拉巴馬啊。好啦，地下金礦喺個中檔度咧，越逼越近，結果就過晒贏埋添。以斯千言真係準啲，但係就可惜贏唔到啊，都係第2名嘅啫。咁啊，第3名睇嚟緬恩豪喎，第4名就阿拉巴馬嚇，咁即係話啦，2號咧就13號咧、12號同6號嘅順序係。貝湯美都騎啱晒㗎好啦，佢準就準，但係會輸1隻半隻啊，都係。2位難贏啊。係啦，緬恩豪全程外碟都第3喎。緬恩豪喺外地係其中一隻最冷嘅。咁嗰隻阿拉巴馬又神奇嘅，車前倒後，係將疾快跟住捉翻住走外碟，又上得翻嚟嘅喎。係啦，順序啦，咁啊。